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8月1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9节、94节，约伯记11章第1节到20节，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哪边哪面。约伯记记载着约伯落难了后，甲伊的朋友咧辩论。拄开始的时阵，因4个人真激烈的辩论，为着约伯所遭遇的困境，因甚至讲着到底有上帝无这项代志，甚至因为约伯有可能是得罪上帝所以才会安尼遭难吼。来来回回的辩论，你一句我一章安尼拢总经历着约伯记42章。后来约伯才伫尾这个过程的中间，才慢慢明白，上帝才是生命的主权者。对伊来讲，真正符合着真理愈辩愈明的这个道理啦但是事实上呢，上帝的真实，上帝的存在，嘛无需要咱去为着伊辩论。虽然是安尼，基督徒如果会使甲人来真自然谈论上帝，依然是必要的啦若无的时阵，咱要怎去传福音呢？约伯记第11章第1节到20节，记载着约伯甲伊一位的朋友说法一对话安尼讲。那么人说法应约伯讲：你讲甲遮济，减毋免甲你应。话讲济减就有道理。你在乌白体，人减着福利；你在甲人踢笑，减无人甲你责备。你讲我的道理正确，我伫你的眼中清白。总是愿上帝讲话，开嘴反驳你。愿伊指示你智慧的奥秘，因为智慧有几若款作用，就知上帝无算你拢总的罪过。你敢会当明白上帝的奥秘？你敢会当彻底了解全能者？伊的智慧比天较悬。你会当做甚物？比阴间较深，你会当知甚物？伊的智慧比地较长，比海较阔。伊经过的时，甲你掠起来。伊开庭审判，啥人会当甲伊阻挡？因为伊知啥人是虚假。伊看到邪恶，减会看做无要紧。也如出时若会乖顺，愚妄的人嘛会有智慧。你若专心仰望上帝，举起手对伊来祈祷，你若放下你的罪过，无用阮邪恶带伫厝内，迄时你会当毋免见笑，通好胆面对世界。苦痛你会拢袂记得，亲像水流过拢消失。你的一生会比日中昼搁较光明，暗暝变成做亲像早起时。你会安稳，因为有盼望。你会得到保护，通安心歇困。你倒地会袂受到惊吓。阁有真侪人来求你帮赞，总是歹人的目睭会失明，因无通逃走，因的愿望只不过是最后一口气。说法讲到上帝的权柄，甲上帝的奥秘，但是伊嘛提到着约伯，是因为罪的关系。以上是提讲，约伯若心存正直来追求上帝，就必定会享受着上帝所赏赐的安全甲愿望。
但是当初时，因还阁咧论约伯，并无真正明白，也无清楚，也无接受伊诶朋友诶讲法，因为伊还阁陷落伫迄个遭难诶困境甲情绪诶中间。伫基督教第一位诶殉道者司提反，伫受掠了后，极力为着福音、为着基督来做见证。透过行神迹、行奇事，甲遐个掠伊诶人来辩论，才着圣神诶恩赐甲能力诶同在，伊清楚将主诶恩典来传扬，互遐个人单下到无法度应喙，因为因真侪是做虚假见证诶人，甲主诶真理当然是无永远做伙。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到15节的经文，安尼讲到司提反。司提反充满恩赐甲能力，伫民众的中间行了大奇事甲神迹。不过有一寡人起来甲司提反来辩论，因是对古利奈甲亚历山大来，属伫自由人会堂的会员。以及对基利家甲亚细亚来的人，圣神赐智慧互司提反，互因无法度通辩驳。后来因买收一寡人出来讲，我捌听到伊讲诽谤摩西甲亵渎上帝的话，因煽动民众长老、经学教师冲去掠司提反，甲伊交互议会。因叫一寡人来做假见证，讲这个人不时讲话攻击这个圣殿甲摩西的律法。我捌听到伊讲，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个圣殿，去改变摩西传互咱的规例。迄时坐伫议会的人拢注目看司提反，看到伊的面亲像天使的面貌。司提反无需要强辩，却有圣神的智慧甲气力同在。伊的面貌嘛充满着上帝的阳光，边的人掠做是看到上帝的天使的面貌。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上主圣的子民啊，着敬畏伊，因为敬畏伊的人拢无欠亏。少壮的使嘛会欠亏，为了毋过追求上主的人，无啥物物伊啥物物拢无欠。细囝着来听，我要教示恁敬畏上主。恁中间啥人意爱性命，爱长岁寿，通享福，着禁家己的嘴无讲歹话，禁止嘴唇无讲诡诈。着拒绝歹，做好事，热心追求和平。感谢上帝伫阮遭遇困难的时阵，甲阮同在，互阮明白伫生命中间无时无刻是伫学习经历主的同在。求主你赏赐圣神赐了气力，互咱甲阮同在。互阮会通伫蒙恩的生命中间来做见证，用安尼来辩论你永远的恩典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